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試下整一款低糖花生醬莓果香蕉脆脆。大家可能一聽到花生醬就會覺得好肥、好甜同埋好流。我今次呢就介紹大家食呢一款，佢唔單止係高蛋白，仲要冇加糖、冇加鹽，食素嘅朋友都啱㗎。其他嘅材料當然就有香蕉啦，香蕉呢就揀開始有啲梅花點嗰啲就可以㗎啦，跟住就會係無糖嘅乳酪啦、亞樂酮糖啦、集莓嘅穀物脆片同埋新鮮嘅紅桑子士多啤梨。做法非常之簡單，香蕉呢一開二之後呢，每邊再開一半，揀2條香蕉搽上花生醬，跟住呢就放上筷子或者雪條棍，方便我哋食嘅時候呢揸住。最後呢就擺翻2片香蕉喺面，揾一個合適嘅盤啦，放上牛油紙，再擺翻2條香蕉，就可以放入冰箱去雪。香蕉雪硬咗之後呢，就可以加埋我哋其他嘅材料噶啦。用大約3湯匙嘅無糖乳酪呢，加入亞樂酮糖攪勻去調味。將加咗甜味嘅乳酪呢，平均咁樣搽上2條香蕉上邊，跟住呢，就可以平均放上我哋切好咗嘅士多啤梨啦、紅桑子啦，同埋藍莓穀物脆片。再擺返落雪櫃雪2至3個鐘，或者過夜就食得㗎啦。外層包住咗冰凍嘅 yogurt， 再加埋新鮮士多啤梨、紅桑子同埋集莓 granola， 真係好吸引啊！咬開咗之後呢，雪凍咗嘅香蕉就好似雪糕咁綿密，加埋呢款咁健康嘅花生醬，真係非常之夾啊！每一啖呢都食到酸酸甜甜、香濃同埋香脆幾種口感，食完真係想即刻再食多一條啊！希望大家鍾意，下次見。